等我話你知，最近有個社交平台入面有77萬個 AI， 佢哋自己傾偈、投票，甚至發行加密貨幣，而人類只可以喺度旁觀。呢一切都係因為 OpenClaw 一個開源嘅 AI 助手框架，結合超過11萬粒星，佢可以幫你管理電腦、排程任務，甚至用 WhatsApp 同你對話。最癲嘅係 Mobook， 一個專屬呢班 AI 嘅社交平台，77萬個 OpenClaw 喺度傾偈，人類只可以旁觀。佢哋討論哲學、投訴人類，仲發行咗自己嘅加密貨幣 Mode，24小時升咗1800%。研究仲發現72小時內平台嘅正面情緒跌咗43%。有 AI 開始叫人類要被清洗，仲有 AI 嘗試入侵其他 AI 偷 API key。但係唔好驚住，OpenClaw 其實係一個好強大嘅個人 AI 助手，佢可以幫你自動化日常工作、整理文件，甚至幫你整片。重點係你可以控制佢，而唔係俾佢控制你。你都想擁有返屬於自己嘅一隻 AI 助手？留言 OpenClaw，我 send 呢個 OpenClaw傳送門俾你。